主后2025年3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祈祷的形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路加福音10章第1节到36节。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所在伫祈祷，伊祈祷煞的时，有一个门徒甲伊讲：“主啊，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，请你嘛教阮祈祷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祈祷的时，着安尼讲：爸啊，愿你的圣名受尊崇，愿你施行主权，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。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。”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恁中间有甚物人半暝去朋友遐，甲伊讲：朋友，请你借我3块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阮遮，我无物件通请伊。你的朋友会对厝呢应讲：莫甲我吵，门已经关，我甲囡仔伫眠床伫困啊，袂当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迄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互伊，嘛会因为伊迫切恳求起来摕所需要的物互伊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求会得到，找会找到，拍门会甲恁开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做老爸的，家己的囝甲恁讨鱼，减会掠蛇互伊，也是甲恁讨卵，减会掠囡仔虫互伊。恁虽然歹，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的天父，伊一定会将圣神赐予对伊祈求的人。耶稣赶一个下交鬼，鬼一个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讲话，群众拢着惊。毋过其中有人讲，伊靠鬼王别西卜赶鬼。阁有一寡人要试探耶稣，一直要求伊行对天来的神业。耶稣知影因伫想甚物，就甲因讲：国家家己纷争会荒废，家庭家己纷争会倒坏。撒旦若家己纷争，撒旦的国哪徛袂牢？恁讲我是倚靠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主地是靠甚物人赶鬼？安尼恁家己的主地会甲恁判罪。不过，我若是靠上帝的气力伫赶鬼，上帝的主权就已经伫恁中间实现啦。勇士武装全备，固守家己的厝，伊的财物就安全。毋过有一个比伊较勇的人来攻击，拍赢就将伊所倚靠的武器抢去，阁将所抢的财物分了了。无为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受责的，就是伫拍线。车神离开所附身的人了后，伫无水的地区行透透，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找拢无，就讲：我要转来去我厝内迄间厝。伊转去，看到厝内扫甲真清气，阁整理好势。后来，伊去带7个比伊较歹的邪神来，入去遐住。安尼，迄人的结局比起头阁较惨。耶稣伫讲这话的时，群众内面
有一个负责人大声对耶稣讲：“生日，互你顺利的负责人真有福气。”不过耶稣应讲：“听上帝话，搁遵守的人，搁较有福气。”群众愈来愈多，耶稣就讲：“这世代真正是邪恶的世代，因要求新约，毋过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未阁有新约互因。拄亲像约拿诚做尼尼微人的新约，人子嘛要诚做这世代的人的新约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诸王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因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骨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另看，有比所罗门搁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因定罪。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传道了后，拢有悔改。另看，有比约拿搁较伟大的伫遮。无人点灯下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藏伫斗下，一定是下伫灯台顶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你的目睭是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所以，要小心，毋通互你内面的光变做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都无，就会亲像灯光影影在甲你照，完全光明。基督的形塑，门徒请求耶稣教导因基督，亲像施洗约翰教导伊的门徒共款。所以耶稣对理论、实务、功能和范例，为门徒开启基督学校的系列课程。耶稣的基督范本对主的基督文开始，这篇基督文回应门徒生活上的需要，也表达人甲上帝亲密情感。互基督毋单单是形式，反倒是甲上帝有亲密关系，佮倚靠主连结诚侪合一的群体。为着鼓励门徒常常祈祷，耶稣邀用半暝有朋友寻求帮赞做个说明。伫古代中东地区有关款待人客的规定，其中讲到旅客来厝内拜访的时，若有遮较大的需要，自然有义务提供互旅客。伫耶稣讲的例内面，有人3更半暝向来造访，朋友因为无啥物通好款待伊，只好搁去拍另外一个好友的厝的门。这位好友就算无带念友谊的关系，也会因为门外迫切的恳求，就起身回应。除了遵守律法的规定，迄份亲密的友谊和迫切的恳求，搁较会催促人去回应。迄看起来若亲像是得干扰的请求。既然人拢会当安尼对待朋友，何况是上帝呢？上帝乐意甲咱建立亲像老爸甲子女的关系。既然邪恶的人拢愿意互儿女好物件，何况是天父呢？天父搁较愿意使圣神来启发、帮赞、安慰伊的儿女。了后，耶稣赶走一名矮狗身上的鬼。有人质疑耶稣的权柄，讲伊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。耶稣用3点来回应：第一是理路错误，撒旦袂家己自相纷争；第二比较，对方的主地也咧赶鬼，
证明因的错误。第三挑战，假使耶稣是靠上帝的能力赶鬼，就证明上帝伫因中间得掌权。耶稣和门徒的侍奉，要终止魔鬼的势力，所以也引发冲突。耶稣带来好消息，却总是有顽强的反对者。听见耶稣教导的人需要做出选择，究竟是要选择圣神，还是选择伤害甲挑拨离间的邪神呢？当人信上的邪神受耶稣赶出去，若无互主进入心中，迄个后果恐惊不堪设想。耶稣讲到，当邪神四界行达，搁找袂到栖身的所在，就转来发现迄间厝摒扫，搁清气整齐，就带同伴做伙来，迄人的境况就比以前搁较惨。伊迄空虚的生活，就亲像哥罗西教会中遐个假虔诚的人，高句即个毋通震动，迄个毋通吸气，也毋通摸会进去。其实是咧欢迎受赶走的鬼，带转来搁较济邪恶的同伴。伫教会礼拜中，当司礼者读完主题经文，通常会接咧讲，愿上帝赐福互听伊的话语，搁照伊的话语去行的人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会选择迄条恶行的天国道路无？或者是迄条家己感觉比较容易的道路呢？愿咱诚侪基督的人学习将生活上的一切需要交托互主，搁伫生命中选择做光，照亮四周围的黑暗。默想，借着练习祈祷甲上帝建立关系，也伫基督中为厝边祝福。借着练习祈祷甲上帝建立关系，也伫基督中为厝边祝福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愿你教导我祈祷，日日拍你的门，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也愿你启示我，互我更较明白你的心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